這就讓他去打掃去。你看，我这特意来告诉你，如果顾总知道，那肯定不高興，你可千萬不要出賣我啊！南宫助理，你放100個心，你能來給我通風報信啊？我領你的人情，我肯定不會說出去的，你放心啊。那我先去忙了，你也繼續忙啊！哎，南宮助理，您慢走啊！新來的，又在偷懒呢。哎，那個去把15層的衛生間給打掃了啊！主管，你不是說我只負責大廳還有周圍的衛生嗎？怎麼？那推3阻4啊？啊？不是。身为神龙集团的一名員工，那工作必須得勤奮努力呀！就臨時加派你個任務，就辦不到了。我不是這個。你這以後還能有什麼出息啊？再說了，小希呀，我呀，這也是給你機會多多表現，是不是？這樣的話，以後上升的空間也有，也比別人呢升職的快，是吧？那個主管，我們保潔部再往上升的話，就應該是主管了吧？您的意思是說，準備培養我？小希，你工作第1天，野心可不小啊！啊？不是您刚才說什麼升職空间大什麼的？升到主管，你做梦去吧！本主管的實力，那是你能比的嗎？工作去吧。啊，步伐帶快，利索點兒。幹什麼呢？哎，小希，飯盒。